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6篇，约伯记第7章第1到21节，路加福音第16章14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看见。牧师必须要再一次的强调，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呢，是象征语言。我们必须去了解经文的背后意义，特别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回到原经文的处境去了解，然后我们可以运用到现今的状况。例如10月1号昨天的信仰光读经的进度，我们读到了哥林多后书第6章14到18节的经文。我们最常使用的标题是不要同负一恶，经文是说信与不信的不要同负一恶。在过去的教会传统里面呢，这一段经文被直接套用在婚姻上面，然后就说基督徒不能跟这个非基督徒结婚了基本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运用，或是说我们说可以这样去思考提醒，但是不是经文的本意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基督徒跟同工，他们在做事情、思考事情，掺杂了许多当时候民间宗教的思想以及作为，这些人混乱了教会的工作。哥林多这个城市可以说罗马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但也是最腐败的城市之一。当地的教会出现了非常大量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争吵啦、分党误解圣餐的意义礼拜次序的混乱充满异端邪说啦，道德极端的腐败甚至极端不健康的禁欲主义也困扰的哥林多教会。保罗所说的信与不信不同负一恶，是针对教会的行政关系，比如说两个不同大小、不同力量的两只牛呢，怎么能够一同拉同一台车来耕田？这个是有问题的啦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象征语言比如说前几天我们也谈到的你如果犯罪就宁愿切断自己的手脚，不要让全身体都犯了罪那说11个最小的沉沦，倒不如将它推到深水里面，然后还要在它的颈上加上石磨，这些都是象征语言。像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说，如果你看到一位妇女就起了邪念，你就是犯了奸淫，这也是一种比喻式的教导。耶稣要表达是说，罪性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他当要表达说，当你随便的就动了邪念，就是心里已经犯了罪看到就犯罪，因为从心里出来的罪性由心而生，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因此看了就会犯罪不是因为看就犯罪是因为心里动了邪念透过看心里动了邪念，你就会影响后来的生命行为。那我们可以说罪由心生，所以要小心我们的心。法利赛人他们眼中看不到上帝，他们也看不到上帝的救恩昨天呢，我们这个看到新闻报道，有一位这个理财的专员呢，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侵占了客户3.1亿台币的资金
那当然是被抓了，也被判刑了。可以想见，我们可以猜想、揣摩一下，这个人他看到客户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怎么想？他想的绝对不是服务，他想的是怎么样从他的账户里面偷钱这个就是所谓的看了，然后心里就犯罪了然后就真正的执行了约伯他受到撒旦的试探，就是因为呢，如果撒旦相信，如果他没有看到上帝的保守，或是他的生活遇到的困难，他就很可能看不到上帝这是撒旦要挑战他的。他的信心是因为看到祝福才有的，或是他是因为纯粹看到上帝才成为义人呢？当然，在最后面他有一个结论了那我们也看到，在约伯记前面刚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约伯其实已经丧失了信心。前几天我们也分享到他跟朋友的对话当中，他展现了求死的心志，因为他看不到未来，他所看到的都是苦难、失望。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种看不到盼望的约伯。他说，人在世上好像被迫当兵一样，天天过着负重劳苦的生活，像奴隶渴慕阴凉，像雇工等待工资。我注定过困苦的岁月，夜夜只有悲愁。我躺下，黑夜漫漫，反复不能成眠，只盼望天亮。我一身蛆虫，长满了疥癣，我的皮肤溃烂破裂，我的日子比梭还要快，都在无望之中飞逝。上帝啊，求你记得，我的生命只是一口气息，我再没有幸福的日子。你现在看得见我，但将不再见到。如果你要找我，我已经不在，像云朵消散。人死了不再返回，不再回家，被认识他的人给遗忘。这是约伯的叹气这个有一点像说，上帝啊，你再不帮我你就看不到我了不知道是谁是当上帝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到底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上帝吗？还是我们因为看见祝福才相信有上帝？或是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绝望如约伯一样呢？或是我们就是过分注重利益，如同法利赛人一样？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告诉我们，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底我们在生命当中看见了什么？那我们就必须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的信心。否则的话，我们就非常容易如同约伯前面的半生一样，不堪一击。我们必须从生活的训练、锻炼当中来渐渐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坚定的相信，活出美好的见证的生命，证明我们是看见了救恩，证明我们是看见了上帝，而不是因为看到满满的祝福才相信上帝。我们最后还是用诗篇26篇一起来读，来做我们的祷告。上主啊，求你宣判我无罪，因为我行为正直，完全信靠你。上主啊，求你鉴察我，考验我，求你审查我的心思意念。你不变的爱引导我，你的信实始终带领我。我不跟虚伪的人来往，也不跟伪善的同伙。
我厌恶跟罪人为伍，也远离邪恶的人。上主啊，我洗手表示无辜，并且绕行祭坛的周围敬拜你。我唱感谢的诗歌，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上主啊，我喜爱你居住的殿宇，我喜爱你荣耀所栖息的地方。求你不要把我跟罪人一同消灭，求你不要使我跟凶手同归于尽。他们随时作恶，到处收受贿赂。至于我，我行为正直，求你怜悯我，拯救我。我已脱离一切危险，我在公众的聚会中歌颂上主。